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23號星期日，10場田草 B+2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。第6場開始，場地改為好字快地。想分享下場次199，四班1004米，8號馬一世美麗，孭126磅，3檔起步，最後85衝贏，四班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1號馬千杯不醉，孭135磅，6檔起步，快閘放到最後100，第3名過終點，輸個半馬位。四班孭重磅，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場次200，四班1004米，11號馬最好玩，孭124磅，11檔起步，沿途3碟，入直路跟馬尾跑，冇望空過，最後85仲係尾二，輸好遠，最後100撲上嚟，輸俾頭馬3個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202，三班1004米，7號馬白鷺金剛，孭121磅，二檔起步，最後300距離前領馬幾個馬位，越追越近，最後100話過就過，收韁贏馬。三班做2班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13號馬江連80，孭117磅，9檔起步，出閘騎上去咬住前領馬，最後200透出，頂到最後100，難敵頭馬白鷺金剛跑第2，彈甩主馬群，三班做2班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場次206，三班1002米，3號馬99維星，孭127磅，二檔起步，沿途貼欄跑，入直路塞到最後100至有位，騎落去有反應，可惜為時已晚，跑第4，輸個半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8號馬賢力寶，孭122磅，一檔起步，塞足一條直路，完全冇位，大熱2倍，捧場客只嘆奈何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